在我事隔几年，最近在预备今天的分享的时候，内心仍然非常的感动。当初要做的时候，我求问神说怎么做，圣灵启示我说，照着我的领受去行。那我有什么领受，我就先来简单的分享一下。我是第一代基督徒，76年洗礼。我的洗礼只是为了死后可以拿到去天国的通行证而已。因为介绍我来洗礼的大伯已经回美国了，所以我身边都没有认识的朋友，基督徒朋友，我也不知道说要灵修祷告、要读经都不会，所以过了14年，我的生命依然故我，偏行己路14年，直到90年，就过了14年，直到90年，我与神的爱相遇，我才知道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真的流眼泪向神认罪祷告，也向神寻求一个服事，也开始有每天有灵修、祷告、亲近神的生活。我发现，当我亲近神的时候，圣灵也在亲近我，服事我的生命。有时候是修剪、破碎、教导，也装备我成为他可以使用的器皿。当我亲近神的时候，圣灵在服事我，我才知道我所信靠的神是又真又活、奇妙可畏的神。我想神可以坐在我的生命当中，他一定可以坐在我同工的生命当中。所以我带领我的同工一起来经历神的信实美好。因为雅各书4章8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不要想说只有我们渴慕来亲近神，其实圣灵很喜悦属他的孩子来亲近他。他常常用细弱的微小的声音在呼唤属他的孩子说：“我的鸽子啊，容我得见你的面，得听你的声音。”这是神对属他的孩子的一个呼唤。我想，当人与神的爱相遇，生命对了，就自然会向着神的心意，事工就会向着神的心意来形成。中保代祷事工，在我2007年2月3号，我就认为，代祷服事团队的团长之后，一些兄姐遇到我就会说：“怡珍姐，你为我们家什么事祷告，都常常有这样代祷的祈求。”我知道他们也需要有人用祷告来扶持他们，但是我一个人没有办法记住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我常祷告，求神来兴起一个事工，可以让他的爱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不久，蔡牧师带领我们去参观北城教会的中保代祷事工。我看了以后，我心中非常的高兴。我知道神垂听了我的祷告，他就是量这个事工要给我们做，因为大家都可以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写代祷卡进来。那有许多中保同工就用祷告来扶持他们的事情。那在蔡牧师的17堂课程之后，我们在2008年3月3号开始第1期的中保代祷事工。那中保代祷事工要预备什么东西呢？在硬体方面，有祷告室，有祷告箱，还有代祷卡，有3种颜色。紧急代祷卡。就是用时间的长短急迫性，你就写紧急代祷卡，他1个月就抽卡，其他的代祷卡3个月抽卡。那还有同工交接日志，是要记载说，你来服事的时候，
服侍到哪里，下一个同工要怎么来接你的服侍，接续下去服侍呢？这个就是要记录在这，或者你来服侍的时候有什么感动，也可以写在那个交接日志上来互相激励。那也可以看到同工出席的状况。你会想说，为什么报名48个人，每一次来服侍的只有28个人左右呢？每周都这样子，那团长就要去关心、了解到底是怎么样呢？那再来就是写代祷卡，的人要具名，如果不具名，我们就不受理。好，那个写代祷卡的人可以为别人写代祷卡，但是要经过别人的同意，你才可以写。而且写代祷卡，一张代祷卡只能写一件事，祷告的事项，因为要抽卡。你一张代祷卡写了三四样，成就一样，到底要不要抽卡？就是一张代祷卡写一个代祷事件。最重要的就是字迹要清楚，内容要简洁扼要。这个是写到代祷卡要注意的事项。好，那我们就来看。我们中保这里没有，那我来用讲的。中保代祷室，我们那时候在旧堂找不到一间中保代祷室，我们只能在牧师的讲台做我们的中保祷告室。牧师的讲台是木头的桌子、木头的地板、塑胶的椅子。可是有一些同工进来服侍的时候，他们说被电到。从头电到脚，他们是信主好几十年了，第一次的圣灵充满就在祷告室。我跟他们讲说，一定是圣灵充满，因为神喜悦你来服侍他，圣灵等着要服侍你的生命哦。他们就蛮感动的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室，很久都用这一间那个牧师的讲台做我们的祷告室。来，祷告箱有2个。这2个祷告箱是我爸爸做的。那有一次我在服侍的时候，看到应允卡剩下几张而已，我想说如果再抽卡就没有了嘛。那我就祷告神说，主啊，你看，那时候我想到说，耶稣的妈妈说酒没有了，所以我就说主啊，我的祷卡快没了，再抽卡就没了。那你是不是可以再成就一些事让写代祷卡的兄姐可以记得写应允卡来回应你的爱呢？结果我下个礼拜，那时候是我在收卡，下个礼拜去收卡的时候，从2个祷告箱收到5张，全部都是应允卡，没有1张代祷卡。感谢神。那再来就是代祷卡的收集本跟交接日志，这些东西我们都要锁在柜子里，因为是保密，所以都要锁在柜子里。那事工卡也帮助我们教会推动事工的时候非常的平安顺利。那第2个第9中保代祷事工的预备，就是预备代祷者中保代祷者，我们会张贴轮值表，3个月1期。但是实在过得太快了，所以我们后来改成4个月1期，已受洗的人才能参加中保代祷事工，这个是一个保护。那每期中保同工都要报名了以后，要服侍都要参加驻差派礼，特别要在神的立约上签名。每期开始的时候，全新同工都要参加服侍说明会，我会给他们2封信，等一下会看到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页这个是蔡牧师第1期刚开始的时候的17讲的课程的上课情形。再来就是轮值表，让那个想要参加的可以自己自由来填他们可以无视的时段。虽然是第1期，我们是从早上7点到下午5点，过了几期以后。有一些同工都会去分享在祷告室里面多么美好的时间，所以有些人就很渴慕要来参加，就建议说可不可以延长时间，因为他们在上班，延长时间他们才可以下班时间来服侍。
所以我们就改成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这个时段来服侍哈。这个第一期我们看到的这些人，有些人真的是从第一期服侍到现在55期，没有一次没参加，因为他们渴慕来到祷告室亲近神。有些人就是第2期或第3期进来了，他们就不想出去，他们很享受这样的服侍哈。好，这个是牧师的祝福差派礼，中国祝福差派礼来，我特别会让他们在与神立约上签名，因为呢，那个签名我是为了要宣传这个事工的重要的部分。你既然报名了，你就要忠心委身来参与你所签的时段，当然可以请假哈，那不能说随随便便，因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哈。那还有关于祷告的事项，你都要保密，而且不能去关怀。有些人说他会关怀，我们就觉得他是一个关怀者，并不是一个代祷者，我们就请他就关怀者就好哈。好，再来就是2张的信同工来参加，第一次来参加，我会给新加入的同工这2封信，一封是罗炳生师母的内在生命的追求，他有赞美神内在的生活，等候神，让他们去明白一个属神的百姓的个性，他的生命要怎么样的一个样式。然后一封是告诉他们服事的流程要怎么做然后我有时候会把我领受的圣灵的感动分享给我的同工，用寄信的方式，就是写在那时候没有的 line， 没有什么，我只能写的，然后用信封拿给他们这样子来分享这个意向来神的激励来激励他们这样子哈。那同工的来源，有人会问我说，你们的同工是怎么来的？其实就同工持续加入，大约有8、9成，他们都会持续加入。所以我们第1轮的报名会在祷告室里面，让就同工来问卷，看他们要不要继续服事。那第2个就是他写了代祷卡，神应许了他写译名卡，然后他就想要也服事别人，所以他就来参加。那第3个就是我们每期结束前1个礼拜，我们会从应允卡里面选一张来请他做在主日礼拜中有7分钟以内的见证分享。大部分那个见证分享都很感动，每次见证分享完就看到许多兄姐围在那个报名表上寻找可服事的时段然后有些是圣灵的感动和呼召来参加的。有同工跟我讲说，他住在永康，每次要来服事很远，那他就祷告神，他很想要来参加，他就祷告神说：主啊，你如果要我来服事，你让我在台南找到可以租到房子。他这样一祷告，没想到隔几天，我们教会的有一位长老就问他说：义枝，你要不要来我们家住？我们家有1间空房。结果他就说，真的很明显，2次的祷告，神都这样应许他就后来有报名参加。那再来就是中保同工的统计表，从第1期直线上升到58期，第9期的时候已经到58期。这个直线上升有一个见证分享，我等一下再说。那在我的任内15年来，我都除了代祷以外，写代祷卡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宣传，没有在宣传，也没有主动邀请人来参加，除非他的名字在我的里面，我才会去邀请他来参加。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圣灵感动你来参加，你委身的深度，或者你甘心乐意来服事，委身的深度会很深，看人的情面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深。每个同工都是神亲自拣选的心腹，他们的参与都有神的美意。代祷者所付出的一切，
神都要加倍赐福，因为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哈。来，下一章就是当时神是用江秀琴牧师这一套的内在生命的追求，那时候是卡带来装备我，有等候神、赞美神、谦卑服侍，有很多的操练，我就一个卡带一个卡带去听，然后就很受益。那我中保同工在推动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内在生命的追求很重要，我就去找那个江秀琴牧师，他这一套的操练手册的操练手册比较简短，你可以用10分钟来学习一个什么是等候神，你怎么等候神怎么果效，你就会学。你每一次来学一招回去，不要整本一下子看完，那个没有意义。你就学习说他教导的等候神，我要怎么去等候神。从第一课开始，每个礼拜学一个，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属灵的生命更成熟了。那我就放在那个祷告室，让他们来自我操练。那有些人就是为了来参加这个事工而洗礼的。有一些同工告诉我说，他刚洗礼不久，他不会祷告。我说没关系，你不会祷告，你就先来亲近神，让圣灵来装备你。我就把我妈妈洗礼的时候，我为她整理出一本导读的手册，我的祷告放在祷告室，让同工们来操练祷告。后来哀伤陪伴就把这一本书就印得更精致，让他们的同工来使用哈。好，我们会定期张贴应允卡来分享神的荣耀作为。那因为实在是神成就太多奇妙的事，我们真的用感恩的心，在40周年庆的时候，就出版了一本祷告的书《感恩见证集》，来分享神的荣耀作为，期待神的恩典可以一代一代的传唱下去。今年是50周年，我们已经出了第2集。好，那下一章那个我在圣经里看，经文里面看到说没有异象你就放肆嘛。那我就花很多时间去寻求神给这个事工的意象是什么。他给我们的是新妇代祷的信息，因为启示录19章告诉我们说，世界的结局，这个世界的结局是羔羊的婚宴。那什么是新妇呢？新妇就是指那些与神建立亲密美好关系的人或教会。那在结局当中是一个婚宴，就有新郎要来迎娶新妇。那圣经中的新妇很多，我今天只用3个人物的代表玛利亚、以斯帖、大卫来分享这个信息。第一个，智慧的新妇。从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拉撒路生病了，马大跟玛利亚是耶稣的朋友，他就邀请耶稣来为他治病。但是当耶稣延迟了4天来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那我们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有什么思考？我们看见神策略性的言辞介入了这个真实的生活当中。马大、玛利亚的生命光景的差异，看他们祷告最后的结果，如何呢？不一样哦。那个马大的生命记载在约翰福音11章20到25节，玛利亚的记载在约翰福音11章32到35节。那他们两个耶稣来的时候，他们2个人与主的关系，一个是忙乱，是要煮好料的来请耶稣吃饭，没有时间亲近神。但是玛利亚是，她忙完了就坐在耶稣的脚前来亲近他，来等候他。那这样的跟主的关系，一个是在魂里面
服侍主，要让耶稣吃饱；一个是在灵里服侍主，来满足耶稣的心。所以他们内在生命也不一样，一个忙到累了就思虑烦扰，一个是平静安稳。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的祷告词都一样，都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弟兄就不会死。”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的祷告词，可是祷告的结果，马大祷告的时候，主没有垂听；可是玛利亚祷告的时候，她流着眼泪，耶稣也流着眼泪，旁边的人也跟着流着眼泪，结果让耶稣动了慈心，让拉撒路复活。因为玛利亚，神喜悦玛利亚的服事，玛利亚代表一个全心全意仰望神、亲近神、等候神的心腹。那这个信息给我们什么启示呢？一个中保代祷者，如果你一阵进到祷告室，就拼命的拿起代祷卡一直祷告，你祷告了50章，神会成就几章？不知道哈。那你没有亲近神，你就一直用你的老我生命一直在祷告，你的祷告的来源在哪里呢？不知道。那我们就知道说要先亲近神，因为神呼召中保代祷者，不只是为了代祷卡而存在，他更希望我们来到祷告内室，与他建立亲密美好的关系。那我们从这个故事来看，也不是在说马大不好，玛利亚很好。我们是要学习有马大的生命，因为有一段时间分别为圣来亲近神的然后就提升为玛利亚的生命，我们才有能力去服侍。祷告的操练不是文词口才，它是灵命更新，要灵命更新，所以那我们看到说马大服侍累了，他就去向耶稣告状。那主耶稣就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那我们中保代祷者也是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哦，来亲近神，让圣灵更新装备我们的生命，成为代祷者。所以要常常亲近神随时来充电，因为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那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那我想有一个分享，就是有一个同工，他跟我说他不会祷告，可能进到祷告室没有10分钟，他就做不下去了。我说你不要祷告，你就来亲近神，跟耶稣约会就好。你来向耶稣倾心吐意，你来看那个里面有很多属灵的书，你就看那些书来装备自己就好。结果过了几次，服侍了几次，他竟然来告诉我说：“医生姐，好奇怪哦，好奇妙哦，我怎么这样子没有祷告亲近神，那个时间过得好快。”1个小时过了，我才觉得好像10分钟而已。我说，因为你跟主在亲近，享受他的同在里面，所以时间过得特别快。那很多同工就告诉我说：“医生姐，我们祷告室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每一次我来到祷告室就泪流满面，进到祷告室就泪流满面？”这个很多同工都这样跟我分享。我说：“圣灵已经在那边等着要服侍你了。”那你进来，神好像好欢迎你哦，你就感动就流眼泪嘛哈。好，下一位我们就是智慧的心腹代祷者，在讲以斯帖哦。那这个故事我们要从以斯帖回去，从以斯帖4章到8章来看。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想，亚斯他水鲁王是一个有权柄的王。以斯帖就是心腹代祷者，末底改是圣灵的提醒，哈曼是撒旦魔鬼。我们要看以斯帖从巫女的生命中化为王后的位分，他要先付上代价，他要为犹太民族，以斯帖是神呼召他为犹太民族灭族这个事情的
代祷者，他要进去见王的时候有杀头，因为没有王的允许，没有王的召见，你不能去。那你进去，王不高兴就杀头，所以他进去，王喜悦这个心腹，然后就没有杀头就进去了。那他进去以后，王就喜悦这个心腹，就说：“以斯帖王后啊，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可是以斯帖并没有马上一直求，他很有智慧，他就用宴请王2次，来讨他的欢心，跟他喝交杯酒，然后就让他的心、他的爱很满足了，然后才为犹太民族的灭族来求情，结果马上就答应了。他并没有为末底改祷告，可是后来整个事情都翻转了。哈曼本来要陷害他，但是后来这个末底改就被高升为宰相，那个哈曼就被钉死在自己所做的十字架上。那谁翻转了呢？是我们的神。虽然在以斯帖记都没有看到上帝2个字，但是上帝却是在一切的事上掌权。那我们这个信息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亲密关系会带来祷告的权柄跟果效。那信息给我们什么启示呢？那神对我们也有一个呼召。那我们祷告前要学习以斯帖宴请王2次，满足王的心。中保代祷者进到祷告室，先亲近神，满足神的爱，再来服侍代祷卡，这样子。那我们教会在102年，就是2013年，我们长职轮休改选的时候，除了吴昌成执事以外，其他全部被选出来的教会的属灵领袖都是当期的中保代祷者。那神要我们知道说，祷告是一切服事的开始，神也成就一切关乎心腹的事。中保代祷者忠心委身来服事，他也是自己、家人、教会和神国度的祝福，因为一切关乎神成就一切关乎心腹的事情那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那我们祷告的力量、祷告的泉源也是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要亲近神有一个同工来服事的时候，他20几年的腰痛发作，结果他说他是弯着腰打开门进来服事的。当他服事到一张非常严重的代祷卡，他就求问神说：“主啊，这么严重的事情，我要从哪里祷告起呢？”当他这样求问神的时候，有一句话在他的心里说：“在我面前有尊荣，有威严，在我的圣所要充满能力跟喜乐。”当他领受这样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腰有一股热热的过去，但是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他要回去的时候，在锁门的时候，他发现说：“奇怪，我刚才是弯着腰来服事，现在我竟然被神医治了。同时，他不是代祷别人，神也医治他，他的腰已经不再痛了。所以他就再回去把这些见证写在交接本上，很激励我们的同工。那有些人来服事，他会告诉我说：“一珍姐，我在祷告室里，神呼召我成为小组长。”我说：“如果神呼召你，你就要顺服，你就蒙福。”那有些人说：“神呼召他成为教会一些重要事工的服事者。”我说：“你们都顺服去做，没关系，神会跟你同在的。”好，再来是蒙神喜悦的心腹第3个大卫雅各书2章16节说：“我属羊人，羊人也属我。”这是中保代祷者服事的最高境界，就是享受与神同在的平安喜乐。那昨天我听黄瑞成牧师的分享，他说祷告的最高潮是神的同在，我非常的阿们。祷告的最高潮
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才有神迹奇事。一个常常亲近神、容易明的人，你容易明白神的心意和圣灵的启示。神也会高举你，成为他贵重的器皿，手中的华冠，也是教会属灵的领袖。那我们就要学习大卫怎么服侍神。我们从诗篇里面看到大卫为了敬拜神，可以不顾形象，然后到了忘我的境界，他代表一个最合神心意的侍奉者。他一生只为讨神喜悦而服侍，他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为了满足耶稣，为了讨耶稣的喜悦，他可以不顾形象。在诗篇27篇第4节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一个服侍者就是要有这样的生命好，那个信息启示我们同工是享受祷告里面与神约会的美好时刻。那我是享受与神同工过程中的喜乐，这个是神的教导。刚开始中保代祷事工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蛮有压力的，有人数的压力，因为我担心人家看我的面子，没有10个人会来，因为我默默无闻那从第一期我们一起都求问神，神啊，你这一期要给我们几个人？然后15个，领受15个。第2期我说神啊，你这一期要给我们几个？有20个。第3期说25个。那个报名的结果都和我祷告的人数一样。那到第3期，神可能觉得我的服事态度不对劲了。因为我怎么那么注重那个服事的果实呢？结果他就调整我的生命，他让我参加访谈盛会的时候，借着李荣贵牧师教导放下。他说，当我放下服事的果子，他要用自己来充满，叫我不要去担心服事的果子。他会让我看到很多人踊跃来参加。那我从25期开始，我就没有再去求问神几个，我也不再去问神说，我带领这个服事，神会有几个人来，我从来不担心，因为我只写代祷卡，只祷告求神自己预备那我就开始我的服事就变成享受，常常享受与神同工那个过程，享受那个寻求神的心意的过程，就一直享受在那里。我的心里充满了喜乐跟能力，充满了平安那我们一个服事者就要学习大卫的服事，我们需要透过更深的敬拜和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再把神的心意带进服事里面，让圣灵自由来运行。第2个就是我们要把人带来与神的爱相遇，让人经历圣灵的感动和明白神的呼召。我相信当人的心对焦于神的时候，事工就自然形成了。我们会看到神荣耀的带领和奇妙的作为。那我们服事最怕的就是我们生命用我们服事的经历来服事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成就心事的神，他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他有他的心意，所以我们的心意也要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来服事神。他会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一个寻求他心意的人。那最后呢，当新郎来的时候，迎娶的时候，我们都预备好了吗？那最后我要一个分享，就是我是一个愚拙、软弱、没有能力的人。我也是第1代基督徒，我没有任何的服事经验，可是神却高举了我，让我也可以来服事他。在我的人生下半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让我凡事都能做，可以经历神的信实美好，比得到世上的财富、名利、
地位，更让我喜乐满足。那来我讲见证分享，我妈妈生病，进出加护病房有6、7次，那我就写代祷卡，同工跟我说，当他祷告的时候，他有感动神要医治我妈妈。其实我自己也有感动神要医治我妈妈。那他一直进出加护病房，我就写代祷卡，也自己祷告，我求神让他可以出院，进到普通病房，我可以去照顾他，我可以带他读经祷告，来认识神。结果最后一次他出到加护病房的时候，我去照顾他，神给我40篇的经文。我去照顾他的时候，我每天就带他读经祷告，医生怎么吩咐，我就带他祷告然后就做医生交代的。因为他住太久了，加护病房，他呼吸衰竭嘛，有气切嘛，那医生说要让他训练站起来走路，对他的恢复比较好，所以他连站1秒钟都不能，因为他住太久，肌肉都萎缩，没有力气，站1秒钟都不行。我就带他祷告，求圣灵扶持他，让他可以慢慢的1秒钟、2秒钟、3秒钟都没关系，慢慢进步。结果妈妈进步到后来就可以走路，这样子走路这样子不用拐杖什么的。那医生也看到说妈妈进步很快，医生就放弃他每1年的休假要出国旅行的这个机会，为了我妈妈一个人每天来病房巡访。就在我们40篇的经文，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读，不是每一天读1篇，长的时候读1篇，短的时候读2篇，所以什么时候结束我不知道，妈妈也不知道说我读完了。可是40篇经文读完的那一天早上，妈妈竟然主动告诉我说，她想要洗礼，她要问我说，那牧师会不会来医院为她洗礼呢？我说会，牧师会来医院为你洗礼。然后下午医生来查访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妈妈进步很快，她应该可以出院了，所以他就让她就是这样子预备，可以出院，就同一天她身心灵都得到拯救。那再这样子，那我们代祷卡很奇妙，有结婚的就一波一波，有结婚的，然后结婚的一波那一年有10几对的结婚的。牧师也很奇妙，说每个月都有婚礼。那还有一波是生孩子的，那一波也是有10几位。那10几位的时候有5对是双胞胎，那我们就觉得真的神成就很多事然后车祸的更奇妙，他车祸昏迷了10几天，当然有人为他写代祷卡进来的时候，他就苏醒了，后来都蒙神医治，都有回来做见证那我们2005年有10年的建堂的募款600万的建堂经费，那建堂经费刚开始的时候就很难去达到，就是很困难，常常听到牧师在说要为建堂奉献那蔡牧师娘后来就写了一张事工卡，为每年的经费充足有余，结果后来就每年都很容易达到，那达到后来就有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有买到对面600坪的土地神扩张了我们的境界。那富强教会因为有神祷告的事工，富强教会慢慢的成为一个有祷告文化的教会。好，相信神的掌权与得胜是全面性的，也是必然性的。我们都只是存着单纯、谦卑、顺服的心来亲近神，满足神的爱。神却常常以神迹奇事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神，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神。谢谢大家。